古迹啊，还有比这个更早的了，一个圆滚筒上面那个铁啊变成就是尖呐、上面尖两端插进木头里面，然后滚动呢，用脚踩滚动会转动，然后就可以把那个稻谷打掉，叫做削烫摔痛，削烫，比这个机器的要早。红果就是那个筛选稻谷的红果，谷红卤呢，红果，就是可以筛选那个稻谷的，那不饱满的就会被吹出去。哦，我看后镇啊，户镇，保安宫这边，哇，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，这是那个现在西女王宫里长哦，蔡明新先生啊，蔡明新先生，你看粤港人蔡明新，注意看那个粤港人蔡明新。粤港人蔡明新。